抓老子抓噻！搞死！掐老子条命晓得不？ 跑不脱。张家的美人啊，你让你美人留条腰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！爷爷，慌啥子？老爷子是头等大事，现在是关键时刻，不要乱骂，大家要静观其变。 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咋个变哦？师叔，不要坏了规矩嘛！老人家，你再熬一下。在我们长寿镇的历史中，最长者不过是119岁零3天。你再熬过几个时辰，就120岁了。福气啊！ 大福！你个鬼呀！竟然刚刚走回来！放心谁？哦，你们凶，你们都凶，老子都是要死在。上回没把你给我放个安逸，是不是？你啥呀啊？还早点回来啊！可恶死的！ 坐这儿！放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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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给我干放倒！放倒！龙娘，放倒！报官噻！老子要是出了事情，你们哪个能跑得脱嘛？杀人偿命。 千古不变喽！你到底想咋个？好不像哪个，流了这么多血，要拿点肉来补。乡里乡亲的，把老子丢那么远，就不跟你们洗算了。你放屁！把他烧远点！话还没说完，打到多远，老子都能找回来。哎。再玩就没得救了。院长，哦，找你来确实有急事。有个地方
出现一种怪病，好像快死了似的。你快去看一下，不要让他传染开了。要是出了事啊，长寿镇就名声不保了。长寿镇，长寿镇你都不晓得啊？从清朝到现在，这个镇上活过110岁的老人啊，就超过了18位，90岁以上的就数不清了。所以千万不要出错啊！要是上峰怪罪下来，日子就难过了。你还得看啥子？看鞋子。喂，有人吗？你是哪个？这个人扔在山上面，没人管，好像还有体温。乱说！他死了的，他得了很厉害的病，那个病会带来瘟疫的呀。那应该把他埋起来，不然的话会传染的。他家人呢？这是个绝活。我不管你是何方神圣，你不怕晦气，我害怕嘛。那你得告诉我，他得的是什么瘟疫？癌？人呢？人呢？有件事！你是哪个？我是医生，开门。看得出，谁都不准进。胃癌，肺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欠你一条人命，记得吗？
我是医生，来帮你们控制传染病的，能看一下吗？应该是普通的结膜炎，通过接触传染。等一下要发给你们，很快就好法国了。喊你把尸体背回来的。他刚才好像没死。刚才没死，现在死了，那这个事情不好说。我们刘医生说了，针子头的事跟外人没得关系哦。我们刘医生说了，啥子病我们个人都治得好。这个病就是他传过来的。我们这儿有这儿的机会，明天你必须把他背回去，才能走。哎呀，这个事情咋个办嘛？已经死了一个，疯了一个，要是山上那个再哎呀出事，走得到那个医生走了才放嘛。跟我有啥关系？又不是我一个人进的呀。哪个都说不通。医生，救我！救我！医生，快救我嘛！我怎么救你？你告诉我，他怎么死的？我再给你。痛，痛！说，说不说？那你把你的东西给我几块，老子要选。我打开了他的肚子，里面很健康，外面没有伤痕，也没有中毒。他是怎么死的？你现在能告诉我了吗？
来没影儿。对，就是平戏，平很多的戏。那先把他抬上楼吧。苏爷爷，老子来了。啊，好东西。指示灭火！究竟少出我们尸体！哪个？哪个？哪个？爷爷，苏爷爷都是被这个苦人在害死的，在我手上抓到他的把柄了，让他发办了。咋个法办？上头讲了，老人家的尸体检验结果和白酒毫无关系。你们这样搞下去，就法办你了。说，哪个带的头？你们都看到了，大家终归要想个办法。他现在没有犯关，这是最难的。按照镇上的规矩，惩罚最大的力度就是把他赶走。即便赶不走，让他有所收敛也是好的嘛。我们之前就是太过放纵他了。注意点，让你自己再搞出来噻！族群72条已经拿他没得办法了，与雌牛斗争了好些年，从未成功过。是时候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了。三叔，给我调碗好的，挂哨哈。大侄子，我改姓了。哦，跟了他妈姓了。倒茶碗。以后赊账的事啊，我就做不到主了。听到走，看到走，吼！牛家出大事喽！是吧？我爸改姓了，太不要脸了。再说，我对不起我爷爷。大声了！我以后跟他牛家是亲了。哎，反正以后也没有用了。小老板，你到底姓啥子嘛？姓牛。对，你刚刚说你姓杨的嘛？姓牛。啥子？姓牛。听不清楚。一个人的力量总是不容易成功的。诸位，请不要忘记，此牛之父原本就是一过路小贩，强留于本镇的。此牛几十年剥皮下来，刀枪不入嘛。你们哪个还与之较量过？不妨拿出来说一下。咋个不说话呢？哎呀，小骨头，你好了没得？都没得情绪了。小嫂子，咋还有油漆味道呢？我都洗了3遍了，再洗皮就洗脱了。来嘛，来嘛。你还带到干啥子啊？来噻！哎呦，
我就说你不得行嘛。没得事，没得事，慢慢来。脑壳有点乱。狗子，你到底是行不行哦？看到老子脑壳都乱了。我需要补充。十几年了，你天天看，天天看，看看，小种种，难道我杀了你个锤子？你有力气你说你婆娘事情，你说我凶啥子？你再凶啥子，信不信老子弄死你？再凶老子，再凶老子，凶老子！不动。猪老婆，这也算是较量。先人留下的规矩，已被这次毁坏殆尽。在老祖面前，他还有所收敛。这回老祖走了，再让他和寡妇放肆下去，老郑何堪哦？办法总是有的，传话下去。这次按祖训办。这么多人看到不就着？这么老婆娘矮得很。干啥子？不要说，不要我自己拿过去耍。我。
你不要脸，我们还要。寡妇守不住寡，遭厮杀。你还想走到哪儿跑？标明的贱货骂寡妇，你太不要脸了！你们看，眼睛都整红了，镇子里头的规矩都拿给你搞乱完了。拿到。不是我们狠，像你这种烂女人，早就该成头了。要抓紧，这个棍儿没得闲的时候。要是马哥真的怀起了，这个千年古镇就彻底被他们毁了。要是这个手术好不好做啊？汕头猪难不难嘛？马寡妇，马寡妇。哎呀！放心，他一下子醒不到。来拿，啥子？拿到，饭。啥子？狗日！擒贼先擒王，除祸要除根。拖！咋子你们？要慌，按到。我来。放开我！龟儿子，放开！我是个妖精！我有！哎呀！狗子，轻点啊！耍噻！哪个来救我嘛？要不得！我来救你吗？今天是1年1世的取顺水之日，圣水为本镇最圣洁之物，大家要谨记，不可玷污之，坚持圣水，万物之灵。大家安香磕头，祈求上天保佑我们平平安安，贵时已到。取顺水，去耍噻！
起来找哦。哪个在敲门火？我们分头收拾这个样子。哎，这个办法好，我们就用这个办法。无所谓噻，我们试一下再说嘛，肯定能收拾个。我们哪个都不得行，老娘自己来。这儿还有个缝缝。门呢？锁了，有缝缝，马眼都钻不进来。窗户呢？堵了，也有缝缝。哎呀，苍蝇都飞不进来。来嘛。小不动，不出气啊，慢慢来。我是你想想办法哦。实不行，我帮你下吧。五八线儿，这是公得用的还没得用的？哦，最兴奋，好东西哦！哎，你说人要是用了，会咋样呢？可是的，这么大个绳块儿，哦，你说这个要是从人的屁股上打下去，打不打得穿哦？哎，大圈儿，赔上了，赔上了！你这个还是个好东西，哎，以后借我用一下啊，我有大饼吃，可厚的。哎呀，丢失仙人板板！哎呀，不要说了嗦，咋整嘛？镇长，你说句话嘛！这里头还有哪个？嗯？红哪去？啊？
大毛，大毛，嗯，大毛。老天爷要惩罚我们了！再不想个办法，全镇就毁了。现在还有最后一个办法，请他回来。牛娃子十几年不见，越长越巴适了。这还叫牛娃子呢？现在要叫牛医生了。哦。大家都是真心想杀了这个牛结实，是吗？杀他？这个不太好吧？这个要不得犯法嘛。那就换个说法，你们是不是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他？哦，对，是的。要想成功，光靠咱们几个是不够的。我需要的是全镇所有人齐心合力。你们分别去动员每一户每一个人，做得到吗？要得，这个行，没得问题。行，好。那现在听好，你先回去，让你爹知道就完了。明天晚上再找你啊。这是最有把握的方案了。大家到底下定决心没有？就这样办。你们现在回去做动员工作，哪一个要是先透露了风声，我就让牛结实天天住在他的家里，晓得吗？哦哟，臭娃子，你这个脸色咋个突然变得这么黄哦？你是个黄脸婆呢，关你屁事！老板儿，拿头大的。哎，就那坨，就那坨。铁石，你咋回事呢？咋了？你生病了嗦？没得事情，没得事情，走。
拖我爪子？我咋个了？我让你看不脸！不得事，不得事。这事儿，过来，过来。做啥子？做啥子你？不要倚老卖老哈！我跟你说，你要注意到，不但要出大事了。你看你头发都秃了，这个就是先兆。老子不是瞎大的。是啥子先兆？要是你，你信吗？糟了，糟了！王妹儿，老子看你今天胆子有点大哦。哎，老子好不容易等到关门长熟了，你把他送出去可惜了噻。哎呀，爸，你看他那个脸吧！哎呀，走。哎，狗子！我啥子啊？老子鬼啊！拉倒！凶器啊！凶你妈哟！没得事，没得事。走子，你生气成这个样子了，我们帮你了嘛！滚！讲实明说，这一骗人招数老子早就用过了。哥，你误会了，以后这种内讧就交给我们了哈。走吧，走。好松点谈啊！杰森，你连出奶点劲儿都没得了，还整这么大做猪肉？关你锤子事，不比哈？哎，比就比嘛！要是老子输了噻，老子就送你头整猪。他，滚！认输了说，把肉抬走。哎！一、二、三，哎，站到，坐。哪儿不对？走。哎，等会儿，借我便鞋哈。大头子，做啥子？三叔听说你最近有点不舒服，我看你才不舒服。哎，身体要紧，身体要紧。这个啊，你拿回去补补身子。送给我呢？哎，那我自己选号嘛。这味儿好像不错哦。好像差距不多哦。那我都要了哈。哎，逗你耍嘞。对了啊，站住。
越奇怪了。哎，你说我是不是不可能？一个个神戳戳的，太快了。有件事，你给老子等着！老子看你一会儿还咋个偷！好看吗？先生，你看这个是啥子？啥子？先生？你还得看啥子？快去噻！你杀了牛结实，您是学西医的，中医，悬壶济世，不过也供西医内科。那您倒说说，我怎么能杀得了牛结实？看到成果了？我就说刘洋就是病。你刚开始不相信人家。哪个不相信？刘医生说的每句话我都相信。从小就是镇上最聪明的。绝对把牛结实收拾安逸。好好，安静。事情继续。把计划传递给每一家。不会演的就别说话，看喝就够了。需要谁出面，就传给谁。这个是暗号。耶，今晚上的婚礼你去不去喽？礼我都准备好了。
哦，有你在才好耍。哎，狗日你瞎说！山高水深多险处，各有舟车不易行。大限将至，万物动土。不是你仙人板吗？你哪个？你哪个？我还有哪个？哎，东西不多，是点心意哦。哦。这么贵重的东西你哪儿来哦？都是他们自己家的，这么好的东西埋到地下火去了噻。你要搞这里泡人家祖坟，你站那！晓得今天是啥子日子啊？啊！把牛犊子带下去！你给我等着！其实原本也是好意嘛，在这儿几十年了，大家也了解。虽然他是改的姓，但我牛姓就是一家。以前如此，以后更是如此。我们今天破例和爵士喝一碗。好酒啊！解释酒量好凶啊，嘎！好，按照老规矩，我们连干3大碗。来，大家端起来！解释。气脉两虚，该回家养一养哦。吹的，牛皮不是吹的，啊！我确实酒量，也不是唬人的。嚯！解释，你这个身体咋了？咋弄得那么不得行哦？哦哟，是不是要找医生哦？看是噻，看身体的好坏就2样，喝酒女人，当然撑不住了噻。跑住了噻！啊！站住！跑住了噻！啊！把老子抓了噻！啊！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手！一个都不许跑，给老子or掉！杰森，
你这个瓜娃子，你还发啥誓哟？什么都是谎言，你真信啊？滚！我的是，俺自己说，我不说。哎，这事你听我说。以后说好了，你放心，以后啊，他绝对跑不脱。黄口小儿，一坏大事。哎，刘一山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肉啊，你拿回去补一补身子啊。要那块，胆固醇低一些。那块。瓜娃子的娃娃还是瓜娃子，留不得。哼，娃儿懂个球哦，这老汉儿没得了，娃儿还是教得好。左神左左的，肯定是害老子。做啥子？你做啥子？你也想害老子？啥子？咋回事？我呢？咋了？来，做啥子嘛？多凶，一根葱，连
这么登独的一个人，咋个说倒就倒了呢？心死了才是真王。我的手你是治不了他的病了，必须赶快送医院。你就听老人一句劝嘛。老子不急，老子英雄一死，不急。没大问题，回去好好休息。凡事得往好处想。癌？啥子是癌哦？不晓得，从来就没听都说过这种病。说是那个癌凶得很，要是得了那个病啊，只有死。别猜了，医生。就算你猜中了又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哼，那也是条人命啊！人命？咱们都是医生，你能肯定发现人的时候，他彻底死亡了吗？如果没有，那他最后是怎么死的？你敢？没什么敢不敢的，这地方你不了解。走吧，大地震很快就要来了，你一个外人。伤了不好。我是医生，我来是想帮帮你。我就是想知道，他是怎么死的。
个少棍儿长。这个啥种？人都在这儿，你找哪个？告诉我，他呢？他呢？我的啊，你的癌症，请他回来。我需要的是全镇所有人齐心合力。现在决定，牛犊子提前结婚。大家要想恢复过去的安逸生活，就必须过这一关。你按下这个开关，壶嘴里流出的就是这边的烈酒；你松开这个开关呢，流出的就是这边的水。此壶不称诸国壶，是我们先人留下来防御敌人、保护自己的。我就能活过100岁。我99岁了，如果你一定要报官追究罪责的话，就不要追究大家了。我一个人担着，你看闲不闲？别说我了，神会散掉。我一个外人，其实跟他一样，就把我当做牛结实。你看，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？师叔，人活70六，不得再喝酒，你不要坏了规矩啊！嘴，老子来了。听说好多天不让喝酒了。哦，天天喝，天天喝，咋个说断就断了？喝，无味道是喝的酒，说这个裤盒里头有个啥子意思？你看，想喝就喝。来，先配上了，配上了。哦，我先玩2天哈，走了我给你拿回来。走。杰斯，救我！他这是怎么了？应该是阿拉米尔。阿拉米尔就是贫血，贫很多的血。
你也觉得老子不行了？走开！那么好的东西，只要活人活得更安些好嘛，还是陪死人睡觉好嘛？收到个金山当叫花子。我先提孙儿，谢你们喽。哎，做啥子嘛？啥子叫让我走哦？老子死也不得离开娃儿，离开这个镇子。哎，你到底怕些啥子嘛？瓜婆娘，你疯了！你又不是牛结实，你咋个晓得这些事啊？我？要真是这样，长寿镇会变成啥子样子哦？把牛结实真的片子给我吧。你要走了，片子丢了，您能告诉我，这事儿和您到底有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？欠老子条命，晓得不？长寿镇。告诉我，到底看到了什么？我就是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。告诉我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人呢？他刚才好像没死。你现在能告诉我了吗？告诉我，他能怎么死呢？我也来了，不可能白死。我是医生，我欠你一条人命。假如你报官，我顶多是渎职罪。可是杀人罪谁来承担？你没有杀人，你们没有杀死他。我就是想知道，他是怎么死的。
这么说，你们是打算留下这个镊子了啊？孽畜未了，你们还打算留下这孩子啊？说话呀！说话呀！啊！哎呀，大家的心思我晓得，解释是解释，娃儿是娃儿。祖训言：恶有报，善有缘，万疮不伤肉，总要留下一个嘛。要我解释多少次你们才会懂？除祸要除根！啊！如果这孩子长大了，且不论他秉性如何，他要知道了今天这一切，你们谁跑得了？谁跑得了？行，如果大家良心过不去，非要留一个，那就放弃你们解释，主攻那个镊子，好吗？杰森，你真的是啊？这群鬼儿是活你的？滚！学点好的，不然会遭报应的。真的？他们可说杀你们儿子的。他们真说杀你们儿子？真的？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！有劫死来了，快跑，快跑！人呢？这是啥子？你也想跑二撒了？够死了！大伙，出来！给老子出来！老子等我死你了！真的！真的！
我要玩儿。喂，做啥子？你做啥子？哎，不得行，不得行，危险！下去，听到没得？下去！你听到没得？哎，不得行啊！我来。回去好，回去，我回去，我来。不要再争了，不要再争了，我最多还活不过2天了，放心了啊！不要再争了，放心啊！不争了啊！不要再争了。我最多活不过2天了。大家都出来了，我牛建设要走了，跟大家告个别。二爷爷，以前拿那些东西我都给你放到这儿了哦。牛有钱，你龟儿子咋晓得老子喜欢蓝色的嘞？这个颜色看起来跟俺一样。谢谢了啊！二婶儿，抢你们家女儿的布，我都给你放到这儿了哈。
娃儿无过。娃儿无过。我先替娃儿谢谢大家了。回去了啊。事儿就这么结束吧。你别再回来了，这的人谁也不会再出去，行吗？行。